保养舒款，后上太上工，要翻太假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厨师中阿中古，又到了印尼老后生人大追古嘅时节咯。讲到印尼俩嘅时代后生人来讲哈，你搞天通、搞游戏、搞天乐，只然係批判印尼太嘅神嘅方法之一哈。唔過咧，有人搞天通係打發遊戲啊、打發時間啊，嚟通時間，甚至係不用強鬆。唔過，咩有人搞遊戲，搞到做得出嘅得獎牌哦。今日印尼就倡導6個後生人老大家共下嚟分享佢哋搞遊戲。搞到馬嘅長途咧，眾場歡迎。之前老太家小幾度係質疑。大家好，我係看起來係細粒子，不過我請會搞上大遊戲嘅質疑。看起來就一開始就比你大戲。冇，我請厲害，會大戲小鳳。啊，會大戲。天生大唔到啊，佢之後大天通咩？啊，沒做得，你做天通地位就做得做5王誒。好，天意曬老太家小幾度係卷勇。大家好，我係大天通打到拳師鬼蟲嘅卷勇阿卷妹。就是不好示範的推背，不良示範。真嘅，唔好搞遊戲搞到時間冇做位搶名題，安尼唔好吼。第3集老太家小幾度係假意。大家好，我係就算去鐵山，行我大天通嘅假意。就是電動兒童嘛。懂一下咩？青女還鐵山還是搞天通？哎呦，不是，他就是靠聽覺在辨位，係冇？哎，懂厲害，懂強，懂厲害。體質大老太少嘅好心。大家好，我係特別師兄跳走去網咖打天通嘅好心。哦，不良示範。不良示範。媽媽不良。我跳走去講不用了，冇寫下開時間。你媽媽都知道幾多哪位，幾多在網咖我會登記，可能媽嘅書就出來哈，那就低咧哈，因為廣播開始不你休息，今天會生意，好，不然等一下我們就知道，就我們這一集千萬不能讓你媽媽看。冇錯，做唔得，切退做唔得。點解老喺上屆度回傾呢？大家好，我係回傾，我係搞天通嘅家長代表。哦，你想到阿 B 平安會搞天通呢？不然進步話都給點青青，是一個我們模範家長代表。我還是啊，還是嗎？我還是。哦，這個用版搞天通咩做一個家長嘅模範，俾下老太家叫下來示範嘛。好，最尾老家小幾度係阿小虎。係大家好，我哋下面係家長嘅推表嘅。係哦。冇啦，我係搞天通年資最久嘅小鳳。哦，電動兒童開始，年資最久，年資漏掉機。如果你講咧，又唔係嗌講啊，不過今日真見動到細阿妹，大家就想講，搞天通一般嘅刻板印象，啲就會知道，可能就係細人，唔過菜場有時常係細阿妹。我就想講，咁真件要按到，唔過咧，經過人哋荷蘭有一份報道去看得到咧，你下全世界細妹人嘅玩家遊戲玩家超過嘅12萬3人按到，所以講咧13地杯只有4.63係細阿妹，超過一般人嘅想象嘛，係唔係？佢大家一開始很用板去花幾多時間來搞天通，大家剛剛都講，自家懂好搞天通嘛？懂。給你多帶英語，花幾多時間去搞天通當杯？介意？我冇聽錯，喺個遊戲啊，我東方嘅好，一日做得到4點鐘按揭。英語做得到4點。做得啦。英語做得。你假使去上班，跟住喺英語嗰發4點鐘去搞遊戲，你可能上班就發到8點鐘，嗰搞遊戲要4點鐘去咧。咁唔係我食飯睡夢，我係洗衫，係做家事，我啲冇睡夢㗎。哦，故事見冇睡夢嘅嘢，我冇俾人排洗排洗。洗衫嘅時間俾自己搞。如果搞4點鐘，躺出來冇清到，佢順條咧上，然就更加厲害。係我平常嘅時間太快會搞3到4點鐘，兩年嘅時間都太快係6到8點鐘。我說軍師鬼洋蔥有冇？當然係韓式鬼好搞啦，然後睇要卡咁少嘅。上班你剛剛喺哪一次講咩？睇緊療養嘅技術嘅技術嘅搞。冇用啊，動翻隻時間咧人，你喺講頭擺嗬，係搞天通，係動語言這類人，我一天會食早餐。一天晚上做。又係年紀。你睇唔出搞到食早餐？係，因為搞頭日搞到食早餐。頭擺，嘿，因為頭擺一天都買點啊？因為頭擺搞到天光100 K。100 K。哦，100 K 真係不能搞到天光嘛？覺得有印象包夜。你係技術低嘅，你係技術低嘅。如果係你係冇啊，我哋係差唔多，因為最多搞1點鐘呢啲。係啊。如果係看樣片，我差唔多看4點鐘。
Hello，你係鬼叫啊？今年木竹了哈很好冇？我也係看唔到，如果我冇講了，見來見唔拉用嘅。進來鍵盤嘅吼，佢鏡片吼進來鍵盤，正經可能係講其他人，正經福利冇什麼平平米，佢咧小配上嚟做嘛嘅，佢阿子應該到幾多久嘅時間？一下躺起來，我就會教天通嘅模範生。因為講我有冇權勢，希望我嘅時間規劃要動好。像平常時啊，咧我做西飯，我可能就動作示範嘅時間教，還有人家水動作嘅時間教，還有按部條水模以前可能我就教2點鐘做。不過一下無限啦，四下度，因為動身嘅四下度，嗰時候會教下叫。等下唔係做跳舞嘅四下度，喺遊戲地會四千度，四條線度。講到安尼，親像動力可以樣，結果都喺遊戲地會搞到按歡喜吼。如果家要大家是講到平常是搞到按度嘅遊戲，搞到按度嘅時間，對個搞嘅天通檔吼，都帶太自家，都搞埋個遊戲，搞埋個天通咧，阿小鳳。哦，我頭擺幾項時講100條搞到天光嘅幾項時哈，但是喺搞嘅即時戰略嘅遊戲，嘿，嘅即時戰略就會講，佢喺佢搭廠就會重新開始，嘿，故所也嘅有個好處，嘅好處就會講，我平常時我無教，我唔是去腳。因為我冇乜嘅，佢喺度要練等啊，吼，要聽固定時間上線去量步伐啊，我講即時戰略冇咩，嘿，不過佢要在缺點就會講，佢一旦開始就做唔得停，哦，即時戰略全部大家就線上玩家，8-3人、13人強下搞，你喺1-3人總理要本大家贏嘛。因為歐式的用法是。歐式沒有搞，視察也沒有搞，你要從開始你出馬開始是 force 本茶的衝動嘛該，你就一定要留着，不能中離，你知嘛？跟孫跳要差位從過來，你係個啊，等下，你係打下要嘅，等下。係講到咧，小鳳講誒，可以玩即時戰略，因為強用係誰來嘅好先好搞嘛嘅。其實是老小鳳講嘅強用，我哋都曾經係搞個即時戰略，像個嘛個世紀帝國啦，還有 CS 啦，啊，你手機當個搞。嘅老人家遊戲嘅，等下電視機條線。世紀帝國你還好搞呢，你識睇哦。有啲都冇談過呢，因為世紀帝國依個羅馬帝國吼，應該有25年嘛。應差唔多嗬。台灣叫嘛？有，社會世界度了。好，今日你冇講喎，你冇講了，冇。我手機當個就又搞個嘛個絕地求生啊，我們說吃雞嘛，那個吃雞。還有那係搞個名錄當講一個線上遊戲哈，是最早搞個嘛個石器時代殺氣西台，還有個天通。天通，真嘅，你看到那些誰來演真嘅好搞，即係那種即時戰略型的遊戲啊、賽車啊，還是打鬥的遊戲，大家來談一下，你什麼人家都在好搞那條遊戲，你還有沒有有挑戰有前3名？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朋友們猜得出來嗎？子怡，你先談一下好嗎？你知道沒有挑戰出來什麼人家最好搞的3種類型係乜嘢？應該係老嘅裝潢布置類的有關係。哦，有多啲哦。我之前老太太講係第1名就係益智型的，可以團的啊，要猜謎的啊呢一種東西。第2就係人家有啲會唱，就係人家講經營類型、模擬類型，比如講模擬市民啊，呢講就係其實。人家講嘅嗰種咩算係嗬？動身啊，通貨成要費嘛。第3個就係有互動嘅互動養成型遊戲。動身咩算？咩算係應該聽其他，聽啲角色來睇啊。唔過你猜從西沙嘅係乜？都咁正經都係3種地位嘅遊戲，阿娟用係好搞那種遊戲。外國好搞做嘅角色扮演嘅遊戲。cosplay，它也乖乖有冇 RPG，做在自家先會做埋個職業安尼。係，我美國好同朋友強下組隊打怪，像係以前有一類，像係風之谷啊，還是爆爆王啊，還有一類 RO，我以前真係鬼好搞。仙境傳說。對，我看以前發路會搞一個單機遊戲，但如果去到史萊姆遊戲區有冇？係，底部就有幾多個遊戲都得搞啊，像係有一類皮卡丘沙灘打排球，係，一個鬼有名，還有一類釣魚嘅，1米8個古魔。有冇？有搞過應該都有，冇印象應該有。掉垃圾。因為史萊姆遊戲區咪好，應該沒有3生年嘅。冇啦，冇有啦，又係7、8年前生嘅FE啊，唔知冇呢。呢啲條白很用啊，跟住已經係送課加嘅天鵝課有冇？時常都喺搞東西加記住。調教嘅
哎，史莱姆游戏是吗？该声音啊，下溜腿该啊。条去下材料的语言，正经讲到係，我虽然不想承認，不過正經係 any 時間搞到材料都遊戲，佢假如咧考到呢條遊戲。我較好搞單機遊戲，130G 做得到嘅，還有 RPG 角色扮演，對，角色扮演，還有經營遊戲，做得開店嘅做生意，就是開店做生意。便利送店該種啊。哎，跳板咪就那個便利送店嘅遊戲吼，當你們唔會去搞。嘅阿志一開始就講到好搞嘅熊大，你懂欺騙嘅哈，講下好唔好？因為我感覺熊大非常的爽快，因為做嘅顯示我冇辦法，嗰時我就去好搞嘅生死格鬥啊，還有人中之龍啊，還有大亂鬥啊，就勁大年。再過來我咪去好搞嘅模擬遊戲，模擬市民啊，動物森友會啊，再過來我咪去好搞嘅食材嘅極速領域，還有煮飯嘅 Overcook， 還有以前媽媽 Cooking 媽媽，對 Cooking 媽媽很容易。最尾我冇想講嘅係飛機，你到底都搞乜嘅遊戲？那搞部落衝突。哇，這個才是奇怪的媽媽，你中彩給懂難呢？因為因為這個就是你要部署你的城，和佩薩維來打你嘛，所以你有動了解佩薩維用馬嘅方式打你。我家係在防衛性懂蟲的媽媽。哎呀，講啦，和老頭跟小鳳講嘅沒鬥少孔用，我呢會一段時間會有一個部落戰，該是打團體嘅。唔過佢該團時間你落去打是走的，和該團時間狗腿是結束嘅。我該團時間，因為我講啊，就算火車風咪總唔得停，係嘛？唔會嘅。不過講到了遊戲吼，大家心關度就會開始慢去跳擺呢堆事情，啊，老大家講下搞按歡樂嘅事情，你觀眾朋友們想下跳擺一開始搞嘅遊戲係乜嘅？韓國搞遊戲第一重要是係乜嘅？所以愛命咩有項目，有乜嘅項目，等下再嚟老大家講下來分享了。一看就啲老幾有關嘅，就像係生意嘅數字啊，8139啊，該家講9527還比較好啦。今年都有嘅提款卡，還有啲欠款啊你。今年一漢百年用人家提款卡，就先試那個8139。哎，我講錯了，就係太搞一兩件。走唔得哈，所以以後他可能 iPhone 不是C加數目詞，一定是8139，絕對係8139，絕對係8139，然後台下講。歡迎大家都上嚟喺上台上個節目現場，大家是問大家是講吼，從細到大，你搞遊戲搞到安定人講哈，像我們的那個格鬥天王女神，格鬥天王，搞咧大家安到嘅遊戲，唔過大家有想過冇？安命咩係一種項目？像你跳擺搞遊戲嘅時間，你就看到有的，我們就知道這可能是中二病，聲音檔嘅名就是什麼煞氣 A 叉叉，然後還要箭頭往上往下，就那個 Hello， 這個都係你學轉移看的世界，你想講，該東西都係做乜嘅東西？為什麼我是跳哪去重到係冇？不過你下世問題只係講，你開始來搞了遊戲，搞了天堂嘅世界，你按的係乜嘅名？你為什麼要按這個名字？好，阿志。嗱，我嘅名係非常嘅 international，因為我都按嘅英文名嘅，像我嘅名都曾志怡，嘅怡，念法語係魚嘛，魚嘅英文有冇講 fish， 冇唔錯，嗰時候我以前就會按 fish， 唔過有對遊戲非常嘅煩，咁啊我貴錢唔大槍，我英文係搞乜嘅數目字，嗰時候我就講哦，搞不 OK。冇問題，然後就加 fish 8139，挺好。8139，我上夜商業啦，商業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老愛講。邊個 international 用完？因為我前後嘅是方式，有啲是千多年按嘅 fish 呢，為乜解唔啲？可能 fish 動有名啦。後來我就想，哦，我考試方式我就按 pink fish 8139，按用就冇你老愛。這可能是這個吃到太多帶奧辛的 fish。咩人下嘅 pink fish 好冇？再過來呢，因為有啲是我搞嘅日本嘅手遊啊，然後說哦日本，那我就要有日本嘅感覺。嗰時候嗰時我就前後看嘅多多龍，跟我媽媽就講，我細細嘅時上來就懂從多多龍啲背度嘅妹妹講。
媚奖，媚奖嘅全名按到草碧梅，古上面就 TP 按到草碧梅，全部都係同電影寫嘅。家堂睇咧，阿志怡咧講嘅咧，一穿鬼婆咯，我就想講，誒，我喺馬上，我啲呢，我都做乜雞？冇啊，全部都電影寫。同埋要講法嘛？係咯，我就覺得莫名其妙，誒。阿嘉怡，唔揾點樣嘅按名是喺加碼嘅8139呢個東西。我冇強喲，我唔好學老七家有關嘅名嘅，我本年啲我嘅個資身份啊。真嘅。咪做一本大家都人嚟做生意。好，非常好。大家記得，我親老看多年啊，按嘅種一看就啲老幾有關嘅，就像係生意嘅疏失啊。8139啊，跟大家講9527還比較好啦。跟年度嘅提款卡係我去欠款啊你。真嘅，以他漢百年度人家提款卡就先是那個8139。你冇講錯。即刻講嘅，標語嘅。大家去兩千。真嘅做唔得哈，所以以後他可能 iPhone 不是4加數目詞，一定是8139，絕對係8139，絕對係8139，老太太講，咁我講正經講盡啦，嘅假如唔好按呢按名方，跟住都得按乜嘅名。因為我有被害妄想症，我都會按嗰種多多嘩啦啦，較無伊家佢隻嘅名。乜街度？多乜街東西？你哋講乜嘅？大家頭乜街唔掂呢 Hello， 我收回挑戰講嘅 boy， 我覺得子怡講嘅都好。係嘛？名都好。多多嘩啦啦，乜街？多多嘩啦多帶這個那個邏輯。那你係去看偷白嘅我說買個哆來咪看唱看唱。霹靂卡霹靂啦啦，係蟲誒。霹靂卡霹靂啦，講得好好咯。你前幾想講你係乜嘅？你可能拓開台灣嘅生意咧，要結成。真嘅哈，我想到底為什麼按那個多多嘩啦多？唔知咩意思嘅？好像唔是笑，唔自己按埋名。其實我偷白嘅甜食當過有當到該買什麼從《金庸群俠傳》啊，什麼《神雕俠侶》啊，所以我開始我該名啊是買什麼不問風塵啊，絕情浪子，風之追憶啊，絕情浪子。對，還有佢中文嘛個龍騰虎嘯啦。事情廣東係就是俠客啊，是不？嘿，按你嘅 ID 哈，即時戰略獨到，我出隻講法講，你今天冇去松空嘿。松空用咗啲舊㗎。就是說，你見面冇社交嘅係冇，因為講嘅看到你名嘅時節，就像為什麼中年大叔像阿鳳伯咁樣？沒啦，那我頭擺按你名吼，因為我教嘅即時戰略，佢搭從就要重新按名，嘅區域連線有冇？我就擺按嗰種。因為有啲學生嘅時間咪吼，對當到先生我有別嘅想法，故所我就會按先生嘅名，唔免嗌啦，太簡單咧，按先生嘅名會改隻形容詞，對，比如翻來講，劉先生，佢上來較有福相，我就講佢係落落黃叉叉。落落黃叉叉，無就揾佢改隻乜啥，陳先生對到，陳先生幹到，陳先生跌到。咁快呢？係啊，你哋學裝都按呢？都冇禮貌呢，東百姓，唔係嗌學裝啦。天生冇滿足啊，之後來搞遊戲，先攞幾強用啊！係真健康。不過咧，講咧按名真嘅本來啲灰嘅跳白一開始，小時候因為太家就是少不更事嘛，所以不知道那個世間的險惡，開始按人名其實自家睇一些專業看的是這樣，為真嘅為自家為小事嗬。不過呢一下搞遊戲唔係很簡單嘅事情，可能係我花錢我實踐。呢一下有一個新的名詞，叫做氪金，呢係對日本法業來叫做氪金啊，即係講你到咧搞遊戲時節。你不是免費就走得搞哦，你還會花錢落去，比如講因為賣那個裝皮啊，賣那個東西，幫你的種角色升級啊，你想講搞遊戲因為很困難，因為還會花錢這樣做得搞，不過真緊好，你才從動因此要花錢來搞遊戲，好先是先講跳白金樣，做乜嘅花錢來搞遊戲咧？我頭先講我圖書的世界最好搞的是個天通嘛，如果開始天通已經挺會花錢，一次登錄就多少錢，然後開始賣時啊賣啲點卡，就8Q 200Q那種天堂。係天通啊，係啊，係結果後來咧，已經上係緊搞緊錢嘅嘛，已經上係大下夾掉啊，冇成已變下強掉啊，已經係你一點卡賣是唔難賣啊。嗰間公司係揀咩公司？咁啊，冇錯，咁啊，要咁啊，係。
你好，给我抖回了，唔係買點卡的哦，係買個月卡嘞，一個月包月的那一種。為咗為咗用賣嘅哦，因為哦，你打下強掉，你變下強掉，你實在去打到個稀有的道具啊，我成日做去打下強嘅嗰種嘅，你打到嗰啲東西，你是都去買錢。係，古所已經花幾多錢？呢度冇講幾多啦，挑錢度後背加起可以差唔多4-5萬 K 啦。哎呦，媽媽啲嘛？唔過，等下，你4-5萬 K 係喺高中嘅時間，應該是少去冇去做社打工嘅，所以我喺把你當過嘅錢全部係喺自家存錢。存很多，存到嘅錢全就是存到冇，係存到意思。4-5萬 K 做預告，我成本給媽媽看。咩啊？因為該打到嘅時間，應該是在買啦，該腳水在買啦，冇是該種皮在買買又存錢。高中嘅時間是扣了去存錢。有存錢都好。拜託，你先買個時間會播出，會播出，然後講你出軌。媽媽出去做什麼？所以搞乜群天時？拜託，冇嘴要咪攰咧。看廟路當後面金有分段連接。我媽媽看到幾個細節，我就想講，哎呦，我今年去賣鞋啊，賣衫褲啊，你花錢到啦，要去但係我看唔到，我看唔到，我食唔到。你花錢以前媽媽是判好咧，佢假意咧，你係會花錢嘅人嘛，都教育佢會氪金嘛。我都會亂嚟，我別亂使錢，所以我沒氪金過。你也是氪金戰士嗎？氪金女王，都係理智嘅氪金，青豆一百差唔多600幾元包年。一張嘅600幾元，唔過佢係4年4班期。差唔多啦。不過係是小巫見大巫嘛，因為我冇形容係唔係嘅廢錢，你係要花錢嘅人嘛，你講呢啲嘅細節。我當然唔會花錢啦，我用我花錢，我花錢雙保時去西北風，我係絕對唔會花。因為佢要家庭去照顧，價錢我已經唔會出的啦。該樣是，不過大家教育嘅時節，冇花錢是買唔到嘅種皮啊，可是佢西建豆基本自己還是會升級，所以我係花西建蛋，是冇辦法淹死。今日講咗啦，安尼花錢度咧要去當背。做嘛該想要花錢都買那個狗食，買那個種皮，不能像那個我們的會計一樣慢慢等它嘛，走唔得麼？走唔得，永遠走唔得。做嘛該花錢？我想喺本我個社變到很較強係啲原因，就想喺自家嘅個社睇遊戲地位就看起來貴獎啊，很酷啊，有冇係啊？迄個有朋友咩搞也遊戲，我都會同伊點講坤啊，有也有冇，我都會貴封神貴沙皮安尼。外貌協會的。會沙皮。沙皮代表來，唔錯唔錯，經常講係唔錯。梗係你唱出嚟嘅時候味道係沙皮嘛，風宣嘛，係咁感覺，因為蛇嚟咯，呢啲是咪鼻嚟啊？因為所以你看我哋下幾多訂咧，呢啲下嚟，我哋下做啲大麻嘅呢啲下嚟嚇。喺而家新手村，而家打緊木樁，是彩兒，係啊，還有啊變強，還有味道變強啊，變強是在於就是我剛剛講的嘛，賺到裝備啊，打高等怪啊。是在於還錢，應該是扣了去存錢。如果該需要因為你去存錢係買東西嘅時間係用該有時係啲網絡當行講價，有時啲會講價，冇時用該買即時通啊、MSN 啊。即時通，我的天啊，好有年代感的東西哦！有一段時間了。走在那，你有用過嗎？是彩啊！萬千老師已經講啦，咁講好的，冇半件騙過。因為我買些先面同學啊、朋友啊，咁攞去未要存嘅，咁講存東多啦，幾千塊未要啦。哦，講你發6萬呢？冇啦，4萬啦。我冇相關，應該是未做得播，我等下喺個製作人啦，離後先啦，3大隻鬼到中白欠錯。你講到天河嘅目標啦，北京變成中白。我係花多錢，咁講我要存到比你慳下多一啲啲咯。要穿啊，要穿啊。要存。佢阿芝咩講下條牌做埋個花錢都夠遊戲。其實我大部分都係停下來，我冇辦法想飛勤強自己等，因為他們真係停下來，我嘅能量又唔拉咧，我就冇想去等啊，因為我想去繼續搞，賭錢落去。嘿，唔講係，當加上就係講係賭錢落去了，我嘅能量就會能慢吧。後來我又得到個電路係乜嘢點哦？無限能量。古總
用你罚钱去买能量，结果你都只会搞，其实送你能量嘞。冇错，韩松哎，无限能量哦，无限能量就会讲，你可以玩3个小时，就无限能量，满满能量。我就唔提供来买能量，会做嘛改？可罚钱嘛？冇关系啊，人啊帅吼，中普的咩会上菜挂啦。冇人啊，係講牛講火，係冇？你即係講只間講好。冇這樣講條路點咩？用英用風咪用啲俩吧。係啊。如果講到呢遊戲，我相信啲觀眾朋友你下咩開始來非常投擺搞個哪度嘅遊戲，你下本大家想下，即個為到搞遊戲做個哪度嘅點點空空、點點小小嘅事情，等下再來老退休老大家向下來討論了。嘅做媽媽哦，做媽媽嘅鐵料感是係咩東河？因啲全世界嘅媽媽都要，坦白講，全世界，咩？因啲全世界嘅媽媽都裝雷達。係啊，咁奇怪，變數是冇去哦，冇去就去其他嘅地方，佢咪冇發現。啊，佢就去網咖，所以講，咁叫咩就去網咖哦？奇怪，聽唔啲咯。咁講還有一種，啱啱有擺發現係特別拎曬出賣。係。歡迎大家多咗嚟香港台相關嘅節目嗬，誒，你上一段節目請大家嚟分享下做乜嘅罰錢啲嘅遊戲等嗬，唔過出嚟嘅事情是到幾萬條以外，可能係做嚟千多啲遊戲等嗬，為了遊戲嚟做很多點點空空嘅事情。首先先來請一個不良示範嘅代表，佢做一件正經藝術到藝堂到嘅事情上講。你還做得錯到你啊！正經係松田優波比呢，先來分享下好冇？我試過數機風嘅遊戲，你都會準時去個關，唔管幾下嘅啲做乜嘢都會打開來搞。禮拜去決山，我硬客硬搞，差一點嘅跌死。都唔一樣誒。嗰個係比到遊戲啲會嘅體力浪費嘛，我會設鬧鐘，半夜會把空起來，統計高鐵，再看星去睡夢。哎，老觀眾朋友再給我提醒一擺，正經不要再像我們家一樣去，連這個搞遊戲搞到這個名菜系都唔見睇去，真的是不良的示範。不過運用頭擺搞遊戲時節，有做過乜個點點小小嘅事情。誒，我哋以前寒暑時節，我哋冇卡嘅電腦打開來嘅時節，你會連加養音機，嗰時候開機嘅時節，你會卡卡鬼太傻。韓國有嘅時節，我哋會半夜偷偷放起來搞電腦。韓國我用鬼講話同我嘅爸爸媽媽吵架。嗰時候有嘅時節開電腦嘅時節，我哋會等下幾秒鐘，看有本人媽冇，可能你躺到啊，要睇搞電腦誒，我哋夾夾好去衰。哎，你頭擺我先開主機，螢幕先不開。冇，阿姨會卡卡鬼太傻樣樣。冇遺憾咩啊？頭擺嘅波接喎。得啦，好嘞。嗰時候冇本人媽，我都會繼續搞，係啊。那我睇外國種嘅時節，佢用時嘅 FB 嘅開心農場，佢用呀，佢當然睇搞，係，然後我學教同木卡有鬼群，嗰時候我一邊學，我會記得叫他查下鬼戲，佢叫佢下鬼戲，佢都木卡錄開天咯，去條詐騙人嘅出，我有嗰度嘅同學要對我嘈查誒，當做係佢都木卡，係，啊，人哋佢都木卡，人哋嘅出到本來炸槍槍誒。要懂法誒，衝入去，佢條條去炸，條條去炸，你眼撳遊戲要變到安呢，一下開，就驚起人嘅腳踏晒，起轉不開，變轉不開。我驚他下鬼一樣。下鬼，為了要偷摘別人的。對呀。你是把腳踏車當摩托車？鬼夾。警察，老婆在這裡，警察。有證人咧猜。唔講到咧分秒必爭呢一樣事情吼，事件總得定因吼，究竟飛去未當有經驗，搞遊戲嘅時間吼，事件是係熱切。應該講部落戰嘅時節，部落戰開打嘅時節，比如講其他就8個小時，你一定要落去打，你也冇落去打，大家是會就會等你啊，冇是會讓你踢出部落，所以都該時間之內，還是一定會去打。韓講提醒自己嘅話，還是我就會設鬧鐘。落幾球，用啥紙啊？一定會打。
毛两那一天来打，我没有部落，人家就不给我兵啊，所以那一天我来打。系啊，懂用心诶，真紧诶，那个味道那个嘛个抢人的购置啊，抢人的菜啦，因为他妈部落战争啊，因为嘛个那个嘛个那行个杀之孬种，提上去个半夜3点半个轰撞去大战，到底系嘛个东西，因为安样去。王小凤堂头记得给三傻岁啊，冇按用血，你知道太搞做嘛该不按呢？宠吧。其实差唔多啦，我从小要本师太营养讲，按压唔使冇得教天通，教到来说也系讲按多钱啦，拿去买几多东西啦，买几多看唔到的啦，像人咧拿人国嘅大水漂，打落去就冇嘅咩？系啊，唔过我还是知道。你幾隻時間、幾隻年紀有冇？要按嚟做就會開心嘛，愛送嘛，係啊，愛願意一個愛，係冇？跟西班牙會講咧，誒，就要這下。人家講汪小鳳，他就是簡單，人家放機就好誒。如果你機會自然談個動機胸，因為汪小鳳講出來，因為按成喺打機，對啊，講出來那個打機，跳，咩？真嘅給阿好生。頭排做個嘛該知道動點空嘅。我做個最電控嘅事情哦，所以應該頭先講嘛，應該用盡辦法就去個網卡搞，因為該師傅卡講就是管得很嚴，管得重嚴。平常係下課嘅時候，老師卡講，我基本你哋學搞讀書，我基本你哋學搞打 Q 啊，我基本通學清下去online界啊，佢全部就去打網卡。不過我未要媽媽發現啊，奇怪呢，佢做媽媽嘅體力感是係咩動學？因啲全世界嘅媽媽都要行喺講，全世界咩？因啲全世界嘅媽媽都裝雷達。係啊，咁奇怪，變數是冇去哦，冇去就去其他嘅地方，佢未冇發現。啊，佢就去網卡哦，轉去哦，咁佢就去網卡哦，奇怪，聽唔掂啊！冇，我們都去禁煙區。咁講，還有一種，有一擺發現係特別拎曬出賣嘅。係，慢慢講啦，因為家先嗰啲圖書圖同咗學教，啊特別拎曬轉來咧，奇怪哦，啱成日又冇轉啦，個後生啲學教做乜計？哦，佢咪冇打 Q 啊，佢咪打天通啦。我打 Q 打天通。有專業是罰虧的，是冇命咧，是冇命，真嘅，真嘅，那種就人家是看怪，嘿，活該，活該俾我媽媽打，你好好講波啊！我唔會打最古啦，不過我會打天通。咁啊，講到咧打天通咧，搞了遊戲嘅事情哦，大家咧下轉起來想一下，你搞了天通，搞了遊戲嘅時節，你知道搞了天通，做在本地都嘛個輸無？你知道搞天通真係有嘛個好處，也係講，真係對地波有好多嘛個冇阿志。我感覺從頭擺教嘅 NDS 啊，就去做啲老同學嘅感情同學。韓國我感覺樣辦教遊戲，以前我本身也教遊戲，因為做啲訓練你嘅反應嘅能力，再過來，咩做啲訓練你嘅思考嘅能力，將阿飛見大嘅部落衝突，思考嘅能力就同學。故說大家遊戲嘅類型都做得增進我們不同的能力、不同的腦力。有啊。係從嚟教嘅裝潢遊戲，錯冇？就做得增進我的設計能力，係冇？因為你在個現實當中就冇辦法真係去買個部來設計啊，來裝潢啊，故所就做得滿足，還有做得提升我嘅設計嘅能力。聽見講到頭頭是道，雖然我一個都不認同。因為我看阿芝咁有學到麼？我看你家下講嘅呢啲東西，尤其係乜嘅思考能力、邏輯。有啊，有嗎？有。Hello。可能有，但我覺得一定有。如果國家姓洪，愛摸款都聽聽。冇，我是愛內涵光。好，謝謝愛摸小情。小鳳知道教遊戲嘅時節，真係有得到嘛？該輸無嘛？我係知道家講嘅咩？啲附加價值，錯冇？從我同學佢啊大師貼撇嘅，因為條牌教嘅即時戰略哦，嘅人物啲天羅風愛天堂嘛，嗰種人喺滑鼠嗬，愛見點，嗬，嗰種就一技術，只做得第二塊嘅滑鼠差唔多1-2秒鐘，我日日傾 Enter 鍵，
给我有个大师的空白栏，哦，等于讲迄2秒钟的时间，叫我打几下几发，你先去给片等来，你用啥滴给片，然后等下用的，给他大师真劲动脚，哎，真劲吼。佢说大论文，系冇？大论文哎就冇用到嘞。不过讲的那个大师动脚可能还有一些对了哈，可能有一些的好啊。不过至于刚刚讲，我们就先不多评论，係嘛？那可能佢講唔到嘅。阿娟用，你知道教遊戲有咩好處？可能打怪打到嘅電機提高嘅時節，也係完成任務啊，如果歡喜過有成就感。我講起來，咩鬼從冇得到嘛嘅，如得到圈師，圈師鬼重要嘛？係啊。好啦，最尾本來咧，回見來分享緊遲到咧教遊戲時間最多最大數目係乜嘅？我知道大家講嘅都錯啦，汪小峰講嘅最錯啦。哦，汪小峰講嘅大師動腳係啊，大師動腳有具體的表現。不過我知道是係你工作壓力太嘅時間，你打遊戲就得轉移嘅注意力，所以係一個舒壓嘅方式啦。我知道。挺勁哈，講那個教遊戲的時候，療癒其實就是一個最好的收穫、最好的效果嘛。不過，你啲觀眾朋友們想下，你教遊戲係為到嘛嘅？你有啲地方得到嘛嘅？韓國假使你也下有聲音嘅，聲音老人講，嘿，爸爸媽媽，我喺教遊戲嘅時節，唔用辦老記積分數，用辦老姨講，唔可以不用記，即個哦，別去教，係喺講，你做得，你想做得教1點鐘，你係哪種方式咧？等下真嚟，你記出來分享喲。回去呢，家下講啊，乜嘅挑時鐘、挑鬧鐘、紅鐘，你有在掌握自己玩的時間嗎？有啊，有嗎？就在我那個，我會調鬧鐘紅起來搞，因為調鬧鐘咧，就是以這個行為就是在調整時間，控制時間。懂法利用時間，懂法節時間，人研就提供一動用規劃嘅，哦，冇錯。時間管理，你用啥俾他人用啦？有年節，有規劃。歡迎大家都進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加入滿到大家，你知道教遊戲、教天通、教天咯，做得本得到乜嘅，還有乜嘅書喎？除咗軍用以外，大家都係好嘅書喎嘛。像愛圈師啊，因為教天通教到圈師啊，唔過咧真嘅，根據呢個世界衛生太平委員會嘅決定都新嘅嘅那種國際疾病分類國際嘅7篇分類當中，然後呢個電玩失調症變成係新嘅精神疾病，佢主要有3個症頭，你聽下來看一下，第一個無法度掌握教天通嘅時間。哎呦，曾志怡，聽唔聽聽呢？我下老師記得啊，全部都按用型號冇。來分享下做乜嘅？因為我睇本會有按用嘅情形發生嘅時候，無法度掌握教天通嘅時間，係因為我聽閒咧。最大嘅問題就係聽閒。因為冇條路好做嘛，嗰個都不卡，係係冇死做就教天通。冇錯，嗰個聽閒嘅時就做得，冇事情啊，我就教天通啊，係冇，因為我懂閒啊。如果我係我有條路嘅時，我就會將個條路擺到頭前，當來教天通。不過最近沒有發生按用嘅狀況，就係水母以前啊，就搞到有啲聽暗水嚟啊嚇。聽壓水哈，聽壓毛。聽壓水嚟。哦，真緊哈。我取到呢6年就至少止於最誠實。係啊。最老實，其他我最後就上進唔掉晒，我就停聲。全部都按用。你是聽哪隻？因為你掉晒全部公發了，係唔係？尤其回去呢，家下講啊，乜嘅挑時鐘、挑鬧鐘、紅鐘，你有在掌握自己玩的時間嗎？有啊。有嗎？就在我那個，我會調鬧鐘紅起來搞，因為調鬧鐘咧，就是以這個行為就是在調整時間，控制時間。懂法利用時間，懂法節時間，人研就提供一動用規劃嘅，哦，冇錯。時間管理，你用啥俾他人用啦？有年節，有規劃。該問題係冇法度控制嘛，你係做得控制啊，你嘛個時間搞嘛，時間做事嘛，時間水摸啊，控制這個應該搞時間管理大師。好了，我只相信子瑜是正誠實的，其他人呢摸落些東西應該冇人用嘅。好，來看聽一下，是來講你教天通嘅時節，那有線嘅長途哈，為因為咧教天通，那常常繞咧有線長途辦過來，所以講你其他嘅事情冇那教天通很重要。所以講，你慢慢的期待你其他日常生活的事情，所以講你日常地位哈，這個教天通呢個事情，見到見重要，可能會最尾變到體驗咩？有安樣情況嗎？哎 ，Hello。
Hello，你们也追星星，爱梦，不是最诚实，爱梦啊，是追老师。老师爱梦啊。那你辛苦吗？那我刚刚好当从天一团又糖到，马个搞到又去搞到自家命都会冇的啊，搞到个马个自家又圈丝的啊，搞到3公半要荒唐啊，搞到会陪妈妈大戏啊，这种的啊，都在发生马来事情，做嘛不自己不承认，不承认嘛，好没关系，我们看第3个，有出现负面效果。負面嘅效果過後，行喺無法都停止啦，搞天通啊，總算有人自家承認你咧。在最有也誒，應該是算的啦，應該前面卷有，人家嘅負面效果係嘛嘅？因為我貴少嘅時間路圈師誒，貴少到高中都清好搞天咯，嘅時間路加上會玩木匠，唔過木匠好又貴。睇唔係玩木族，係唔係，木匠又貴，故說對不考慮講路係嚟負擔。我係些時間路係清好搞啊，搞到一下路圈師誒，我一下7、8落土。啊，喂，洋葱，故說聽人說就真嘅冇見搞天咯。真嘅就會揾人嘅靈魂之窗來誒，亂。冇用，愛休息，會調鬧鐘，會調鬧鐘。記得調鬧鐘，不會玩太久。搞鬧鐘，係真嘅，那搞誒30分鐘嘅時間。好了，那個時間到了，我就唔得搞咧，唔過係繼續看醫。啊，我聽我哋冇搞，我看醫搞，係咪按樣去嘅好先？哎。你嘅負面效果係乜㗎？其實哦，我嚟講，因為跳繩，我先解釋一下第2題，對，因為跳繩講嘛，跳白雖然香港搞到都時間去啦，不過我做先還要做啊，讀書還要讀書嘛，我係下課時不能去全部就去搞天通嘛，不過負面效果是乜嘅？是你要想盡各種辦法就去搞天通，就算不應打，就算不應發揮哦，就算不卡管的動音，喊黑而已。我覺得這才是負面效果。那你下是應該是嘅負面效果啊。乜嘅負面效果？不過我遲到後，我係正面效果，這樣我係 P 哦，動員啊嚇，很熱啊，因為打唔落嚟。係啊。打唔叫嘛，動員。帶下。像牛皮咁樣按嘅，古時候咧嚇唔係唔可以講，唔可以講太假嘛。不過嚇。撒下來好嚴重嘅問題是問題之間嗬，假使成日呢愛搞天通，因為老一講，做唔得搞天通，因為講，因為放些事係講，你應該來當規則，啊好好嘅執分數，你係用辦法來撈嘅自家成日來講咧。節目下，你哋下現場唯一嘅。爸爸媽媽推背後咧，黃少鳳給400人講，叫佢搞天通嘅時間，你用解釋？愛吃到愛看生意嘅係哪一款嘅啦，吼，假使冇講青洋蔥就本佢搞啦，因為愛做嘢做唔得當，爸爸叫我搞，因為個生意咧，吼，伊就限到誒學生嘅時間，吼，又喺強言聽下打在故宮嘅話題，而喺主動佢有可能會留同學就冇按到話題做得講，加出意講嘅，係又喺佢喺度回應，冇佢以後會演藝嘅，啊個係要，做啲喺時代嗬，唔做人嘅家長，我去當生人嚟搞天通，冇天作以後太嘅，而就唔可以能叫我搞。以後可能會議做啲老生人嚟叫我搞嘅，就係講哦進來啦，你叫我打天通啦。講得啱嘅，喊菜歌。很錯個，唔出去。唔是在夢想講，我係出去聊，唔是，如果全部卡要搞天通。唔係講我注意劇神嘛，梗係啊係嘅冇啊，進來吹冷氣打天通，哦好。講到有見啊，咁咪有可能係啊，那有可能發生事情。佢附近咧，應該係送包來去搞天通。送包來兩下搞天通，我是完全冇禁止啊，即係本機搞，因為我是做生意呢，你也肯佢冇做嘅事情，其實也冇做，所以我冇撈佢禁止。不過佢係太沉迷的話，我是會撈佢控制時間，係唔會禁止啊。我所看到，你看有聲音的爸爸媽媽真係冇強容哈。我們可能會想說，我要跟他定好契約。如果梁生英就是開明的代表，如果開明的代表，冇聽錯係好，冇聽錯唔好嘛。但是啊，就對自己聲音嘅教育方式，可能係自己去執一下。如果係新聞嚟挑戰呢，我們的小妹妹們，假使自己有聲音呢，唔會老聲音講，你做唔得搞天通嘛？我唔會啊，天通競賽也係一種太嘅神呀。係個我細年做得達到世界挑苗，傾到錢呢。聽眾Hello，我聽出他的那個弦外之音哦。今天中白看你哪啲街？冇呢，
反正你根本动作中白欠嘛。肯定迄做唔得，向向身心空间。哦，係冇錯，曾經假使啱嘅聲音咧，時候曾經做呢個台灣代表嘅田徑嘅選手，連國外面做啲大條命拿獎牌獎咧，應該試到咧係動沙皮嘅事情咯。阿志怡咧。我们干过生意做的大天通大都是嘅官员动吼，因为做的穿青斗钱嘛，像家那个穿青斗钱都在黑马个意思，好钱。聊这些那个见钱眼开的棒媒们。无啦，像我妈妈对我就会爱限制我嘅时间，做得高结构，因为我感觉佢没有好是自家嘅时间嘅管理，时间管理大师嘛，还有应该做嘅事情就应该做好，这样去搞。冇唔錯，真健康，就是講上嘅好嘅方式，老師應來當清楚講，比如講你嘅管制時間、管作自家嘅方式，用辦去做，唔過咧出去大家自家複卡度嘅責任啦。雖然講到安呢，大家可能會覺得說，我們接下來問的這個問題很沒有說服力，就會按用辦去來管作自家搞遊戲嘅時間哈。唔過還係請大家來分享一下，就係自己先來分享一下搞遊戲用辦嘅這本村。先問我，因為我先會這份村，記得都先唔會這份村哈。好。因為那係我有投入嘅時間啊，那係我冇結果做好，我自家情況都冇感覺講哦非常嘅少，因為非常嘅掛心啲嘅片，就說情關度吊吊掛掛，吊吊掛掛，說哎，我乜嘅還冇做好，我就會非常嘅少啊。故所我大部分都會先將事情做好，再來搞天通。所以你平常時會回答嘅提綱，我就會想好，給我見半年就會回答2隻題目，我答好2本，我將做嚟搞天通。故所我有隻目標。我完成了後，就做啲本，我獎勵喺電路按用。冇唔錯，嘅回去呢糖果未強用嘅。差不多孔融，可是應該係打3題提綱換2場部落場。你一本有10題，給你大2題，我搞一下天通，大2題搞一下天通。古時候唔知做嘛，該話大概王小鳳就按慢搞提綱嘛，因為佢大概搞1題，佢下1題就搞1半。每個下1題搞1半，因為可以打3題。我一隻提綱差不多1禮拜。係啊，因為上愛全部打好，全部打好搞出去，因為搞結構是搞結構，真嘅，時間係先做。但是我想吼，你係有上台上講，真緊本太大動作嘅機會，動作嘅借口，動作嘅利率來搞住。準備本來咧，觀眾來想下，來分享一下，你用辦法來接這個事件，好冇？我閒些時間都會講咧，再搞5分鐘如何啊？我過嘅5分鐘又過上去搞，係啊，故所如會按呢張為群事，故所睇聲嘢真嘅冇應搞天咯，係，會也下路變做為群事按用。真的，就是最後是我們軍容的提醒，就是對提倡大家，多來你蘇輝炸嘅一個告白，好唔好？你哋觀眾朋友聲音哈，軍容就會同好嘅示範，假使你搞天通搞天咯，冇去接自家分寸，冇去接自家嘅時間，真嘅最尾上開到係自家，希望對自家喺搞天通嘅時間搞到歡喜，身體康健冇孤獨。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我哋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要發太假宮。